人生总是爱找一个理想的人结婚才对啊。如果你若毋是绿合，我一定是会甲你结婚啦。这到底是什么缘故？因为绿合是我一生中最敬爱的人。哈，所以你才唔敢甲结婚？无错。我唔是绿合，我是沙鹰宅主啦。啥物？你这要叫什么人相信？你唔相信吗？这就是赤湖新秘法规所做的易用术。你小等下，安尼证明起来，你一目了然咯。哇！你遐尼英俊，为什么那要化妆做绿合的模样啦？因为赤湖教我三件事，叫做一技害三贤。第一件，我对在南城做一件非常惊人的代志；第二件，就是特别给毒杀；第三件，就是要刺杀暗杀大人。哦，第二件、第三件拢无做，是因为你太水，我下不了手啊。也第一件你是做什么？我化妆做绿合的模样，甲南城公主结亲，经过1礼拜了后，全来甲伊放杀。这个就是要破坏绿合的形象，互伊这个南城的人对绿合收视。歹囝，色狼该死！杜元龙，你为安怎反面不详？我替绿合收拾你这只色狼啦！好，林心心今天非你死，变我梦啦！沙鹰长对杜元龙交手，刚我唔是杜元龙的对手，现在分晓铁散。救命咧！林心心，救命咧！我并无欺负你，救命咧！林心心，你这色狼，你实真苦。绿合这个人，人生是善事，这个人非常有仁义，非常尽忠。你为什么这么残忍，你要妨碍伊的名誉？这么残忍，你要破坏掉伊的形象？这，我都讲了啊，这个都是赤湖的命令啦。安尼好，你若无行绿合一个清白，我一定甲你解决。看你安怎嘛，我接受你的交代吧。赶紧到南城来见这个南城公主，当着南城的城主，刷一个清白嘞。好，好啦，行。哦。我久，世囝会出事，看得要叫什么人老爸了。绿合，你一气无回头，实在大太无情了。参见城主。你这个一蕊目睭的，这个就是什么人？你知吼？这个敢毋是？沙城的宅主沙鹰，敢毋是？是啦，我就是沙鹰啦，城主啊！我化妆做绿合的模样，来破坏掉你小妹的名节，要来害绿合终情听衰。我无咧相信。赶紧再化妆做绿合的模样，伊就会相信啦。我来化妆了。你就是沙鹰化妆的啊？无错，我就是化妆做绿合的模样，公主嘛看袂出。安尼好，总是安尼，城主一旦甲你的小妹有一段姻缘，然后认为讲伊唔对，希望甲你的小妹白头偕老，千万莫阁甲伊责备啦吼！我告辞，请。这个毒眼的查某囡仔哪厉害？你唔捌了？伊就是叫做冷心心毒眼龙啊，龙排做第7个。头极输迄个？无错。好惊人！迄个歹人是安怎？哪有这良心啦？因为伊上尊敬绿合，过去叫绿合甲伊养护真多，也伊的无死，也就是绿合甲伊解救的，因此伊感谢着绿合啦，当作绿合就是伊的生命。绿合做人我就知影我真好了，就是这个歹囝来破坏着我的小妹名节，也若安尼，是啦，希望城主你甲金丝兰讲，叫伊赦免我吧。你甲回唔对，讲到会欢喜，这个我无要插啦。请。是啦，我真是反悔莫及，赶紧来去找金丝兰，将这个真情揭露，来行绿合善事的清白。
同时希望伊今世咱会当赦免我，阮两人会当重温旧好。沙英，你敢漏泄我的机密？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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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走哪里去？不灵的沙英，一念之差，信邪尊薄，而参作不幸，死在暴力之下了。此公，你为什么请保镖的，隆重是要请去了60岁以上的老人啊？有所不知，你若是请少年的，我的爱妃生得遐尼水，要踮我爱妃的身躯边，甲伊保护，这有恐惊。好，原来家师特别请查某的，这个查某无够难啦，对，所以呢，爱请老先辈，互我爱妃做老爸做阿公会通过，安尼才有安全啦。目的就是为着安全。当然啦，你们请保镖呢？有听啥无看呀？恁敢毋是有要请一个保镖的？是啊，你到底伫倒位哪无看？内面拢专只饭桶，我都伫这个中正园里。讲有，这部就是叫倒吊金钟啦。落来啊，落来，落来。落啊就落啊你。你功夫袂歹，可是太细汉啦。安那太细汉？你们毋是真细汉的，我这是练功夫练到足久的呢。这就是叫塑身法呢，你知唔知？你到底住咧倒位？我都住咧阿里不达城。啥物名？我都住毕加索咯。毕加索咯，这个名呢听得怪怪。我都外迄个，毋是中原人啦。都是安尼，才听这款名怪怪啊！你头拄迄部倒吊金钟虽然是袂歹，但是还佫有别部无？有喏，迄功夫足济咧。等你看，表哪你看卖？金鸡独立。金鸡独立。我哪会转落这啊？无，这部都严家生卵啦。迄金鸡独立甲严家生卵迄有连带关系。安尼看起来，功夫袂歹啦。你到底要爱偌济保镖费？去年2斗4啦，今年较起价淡薄甲你摕3斗2。简单啦，小酒。但是我你讲，你若是做我爱妃的保镖呀，你袂使咧困咧房间内，你做咧困咧爱妃的房间外，有听无？那就是安尼咯。你若要甲我爱妃讲话，爱2、3笑，唔通失礼冒昧。我绝对是爱照办。安尼好，来你咯，这是咱的保镖啦，请入来。辛苦啦，多谢。军师，来，你准备要破这个玉柳仙庄，暗算将这个玉柳仙庄要给灭掉，什么时阵要进行工作？5月15日进行工作。各位听者，大头姓曾告密到位，今夜变龙领队要攻破着咱的玉柳山庄，请3名庄主发动装丁，埋伏在东南角，准命。兰州总兵领兵伏守在西北方，准命啊！将英雄布阵以待领令啊！北龙一落阵法了，相逢展开一场大激斗，这个时阵阿霸王挺身而出，一呼动关，万夫莫敌用，3拍气功大典了，出啦，回来，出啦！
变恶龙甲飞鱼冲走。杨秀已经擒拿，好个！哇，安怎大人啊？哦，你一个人安尼飞出来，阮众人提心吊胆，也为你担心。就是变福龙已经擒拿，这里就是主凶啦。安尼好，主凶甲擒拿以上，满身无忧啦。来人啊！星夜长心门凶手！哎呀！规身骨拢腐化，好惊人！这个是假，哈？假是，这个就是变福龙金钱脱壳之策。利用着伊的妖艺，互你掠，安尼才走会离啊！而且呢，最后就是用这个邪门奇毒来毒杀掉伊的部下，叫做杀人灭口。哈！罪大恶极，这个就是干王所做代志，众人来也，hin事问罪。稍等下，大人不用心急。老和尚入王府去诈行，做保镖啊，就是要摄取到伊的证据，证据充分的时阵，咱才来刁民发罪啦。言者有理，好等圣正的解吧。真呢，今年我为好，甲一个我换10万领衫啦，也敢若芳水哦，收要甲3加仑。哦，这变色狐狸哦，实在有够妖娇呢。要是讲我这食菜人，也若无看到到这魂走九霄3000里，劈山无山12峰。莫怪讲这个干王以此之罪。哦，然后你来去洗身躯，迄我准备入来内面。甲你偷我的神秘法规，偷出证据。哦，入去啊，入去啊！怕成这个入去洗身躯了。哼，入来，入来。下我的神秘法规来这在上，打开看卖。你这个毕加索咯，真好大胆，敢要来看我神秘法规？难道你唔知我神秘法规内面就是装着蒙汗弹吗？已经晕倒在地，用捆钢钉甲你捆起来。王爷有请。已经抓到雷干咯！哼，你这个小和尚啊，老人囡仔，毕加索咯？唔是，我唔是毕加索咯，我就是叫做罗索卡比。什么？毕加索咯，就是老和尚。干啥你才知？你该死！迄无得学哦啊！这部就是叫做河流正康。啊，走去啊！对呀，当叮当叮当叮叮，当哒啦啦当叮当当。好兄弟啊，好兄弟啊，咱拢总是同门的。这人甲你无同门，唔系安尼啦，要说我先陪你，算下陪你咧。要无我若咧唱歌，你就甲我讲，我咧甲你调戏，咧甲你讽刺，安尼敢有意思心？唔系安尼啦，我跟你讲哦，后壁若有人归来，我即马逼你这草裙遮，你千万都唔通甲老实的哦，带念佛祖的面相，有听无听哦？拜托拜托，恁兜的代志啦。唔安尼啦，1块的，5角的，3分的，嘿，好。哎呀！哪边爹娘我回来！3位小姐，就问你，你有看一个甲你差不多变大汉，
碧翠秋、火上头，迄个就是三级老和尚啦。走下来，有无？无恁有看无？有咧，我有看咧。对，关讲。你咧草裙迄搭遐尔尔，喂啦！哼，我甲走去，老和尚，我唔惊你什么河流伫咧正空，也个有什么保守。你三个唔惊惊哦，你们精神时实在看护打破恁娘金刀王。哎呀，回转王虎。赵正丁啊，严守玉柳山真爱注意啊！暗杀大人在内面呢，绝对唔那失家贼，失家贼绝罪回天。讲咧，阿弥陀现在。你三个囡仔看起来是和尚，和尚是安怎来派宝剑？云门的地主，这有一个秘诀，甲恁拢总无关系，吼，莫问遐尼多啦。你什么法号？我1箍的，5角的，3分的。一箍5角3分，切，到底什么意思嘛？这暗来在创啥？要来求见暗杀大人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害一个人吼，互掠去，所以呢，我咧甲暗杀大人禀报一下。害什么人啊？就是迄个老和尚。哈？老和尚，你这三个高囡仔，食菜人，搁派宝剑，真矛盾啊！你得要去暗杀，无尼简单啦。买来拜托你咯。喂，讲袂听，你若唔知，我是甲你修理哦。代念讲你食菜入佛门啊，当成你。无啊，你啥人你？大城主、二城主、 3城主。安尼啦，你若是功夫输阮这3个，你就爱按来我找这个暗贼。若是这边输你，天仔帮你翻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三娘鸟想要加4斤鸟翅啊？好吧，是要大壮敌，也是要单打独战？单挑，对啦，巧你3分的就真济，5角的免，1箍的免，3分的就好。来吧，哟，领导，太好。真正大人拍水的囡仔，唔是毛病，提高警觉。来吧。为怎样曾氏当着这3名小精伫咧争斗呢？一个人真忠情跳水。小精啊，你是云门的地主，无自卑。安那无自卑？我要来去见这个暗杀大人啊！你要将这详细情形讲互伊听，伊都唔好入去，也唔多多单打独战啊！是闹开你咧，哈哈，闹开。为什么代志你要见暗杀大人？也都害一个和尚哦，去互杀去就对啦。哈？和尚？对啊，迄个老和尚啊，去互掠去啊，收你一个金死死。哎呀，你3位小精实在做事有够搞怪，你行动有够奇异啊，真是使我天生杀人头疼。哈？安尼看你毋像要拼的款呢？毋是讲要拼啦，拼你到底是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所以这也毋是真正快乐的代志。是啊，小精你捌我吼，我是儒家。捌你啦，黄酸啊啦！你迄江湖戏法，拢嘛用一部做吐毛穿体。天生啊，用了解我的精神呢。迄个天生哦，拢用一部，迄部就是做仙人吹调。这是江湖的骗食部啦，毋是啥物功夫啦。来个！你若功夫输我，带来去暗杀；若假输赢我，偏帮你翻头。什么？好！高囡仔，你以笑还乡啊！囡仔起头的温良恭俭让，这先辈才给你疼惜。原来亲像你款的行动，实在看到人真杂啊！你捌我？我算捌你头牛擦。呸！什么头牛擦？我是阿霸王赵乾坤。头干牛王掠去关啦！若无入口，你就死啊！你咧！高囡仔，你实目无尊重啊！真正无互你试一个滋味，你毋知讲阿霸王赵乾坤厉害到什么程度？懒散啦！喂，前辈，3对3啦，甲收你回金死死。好，来！好，徛落。
沙大战旗鼓相当。这个时阵阿霸王快如闪电，招招逼人。但是呢，小精以铁为阵，以守为攻啊！六合离开着这个西域，带着野土地野当归个公山，特别到达旦南城，雪得完成。经过着这个万里沙漠，发现面头前新老海市，被光窜现。突然间，狂风大作，龙捲風出現。龍捲風刺向着了海，衝到了。這個時陣，赤鵝又出現了。赤鵝緊急的追蹤。赤鵝所對追蹤的目標是不是獨眼龍呢？這三名小精是先是惡呢？請看續集便知分曉。